OK， 好来，好来，感谢啊，歹势啊，设定开了较侪时间吼，大家搞早。咱顶昨啦吼，读到1656年，其实是56年已经结束啊吼，但是最后一个补充资料是一直到1657年的3月吼。读到倒位呢？读到我记得是有一段，好，大家遮吼讲1657年，长官甲议会决定要取消例行的地方会议吼，因为福罗摩沙人当中流行着自称啦吼天花吼，我昨早吼有各种的讲法啦吼，但是我拢毋捌听过。好啦，直接读天花，特别是伫咧北区搁较严重吼。好来，咱继续甲读了。大部分的新仔人驾驭异性的农业发展了真好，好到甚至遭遇着强大的风台的破坏，也认为讲会当搁徛起来，这应该是讲树搁会使搁，毋是树啦，树仔搁会使徛起来，应该是这意思看嘛。对，驻卡台风吼，伊的荷兰文就写台风吼，这个名词。伊讲伫 VOC 的物件中无安尼使用处处，就是即只安尼写，应该是即天的日志荷兰文版的编者家己使用的吼，用即个台风吼，即个字吼。讲好，这是物件偏好啦，读人个。讲只有甘蔗受到风台严重的损害吼，因此按照一个蔗农吼，就是种甘蔗人的估计啦吼，本季吼糖的收成量将袂超过25000担。公司规定蔗农必须要家己将所收获的这个糖装入去糖箱内底，这个规定呢，有期会有好的效果，公司将会因此来排除仓库的空间不足，和因为这个好销处吼所遭受损失的这个问题吼，会当来减少了吼。台湾的物资甲生活需用品一直拢爱涌入先啊，这种状况吼，拮据状况吼，拮据当然我嘛不晓读啦吼。咱来伫遮来看空字碑吼。拮读做刻吼，刻就是用手背草坡吼，刻钓磨嘛是刻吼，搅扰嘛是刻吼，堆积嘛是刻。拮据的据呢？据应该是固啦吼，固刻固吼，刻固吼，变调变刻固。讲呢，一直爱用偌时那迄边迄种的刻固状况呢，因为麦啊甲切吼袂歹的收成，已经了啊有较轻松吼。所以即嘛较免拢逐项拢爱靠对时那遐进口啊吼。切的计数嘛，因为安尼小啊有了啊有降落来吼，欠缺粮食的情形也会当避免。为着要鼓励正式消费性的农作物，公司甲赤坎附近的一寡这个趴远的地啦吼，
方地发拔出去。1657年元旦，顺利任命日兰亚城的法务议会议员以及普罗宾社地方法庭的法官。了后无偌久，决定讲副地方官的职务将来爱有2个人来担任。中士 Peter Van Kulen 和以前担任地方法庭法官的前任的杜娘刑检察官，叫做 Jacob Miller。这2个人呢被选担任副地方官。这2个人拢捌希腊的语言，也真熟悉福尔摩萨的庄卡的生活。因被任命这个职务的阶级是助理员，工作的契约是5年。以后将会任命第3个副地方官，用来监督清水溪对岸人口密集的地区。日兰亚城市镇内底迄个木箱，用来住甲工作的茶房厝，被1656年10月7号迄场风台完全来个扯歹去啊！因为要欠开支啦，要省开支所以当局决定把迄寡木箱安置伫一个新的肉市场内底新的徛架、仓库、工作坊甲防卫公司拢暂时无要起，毋过却尽可能来监督修理迄寡还阁存在的建筑物。长官甲议员为此来请求总督府派遣适应的建筑师来台湾，规伊阁请求巴达维亚当局派500个士兵来，要处罚反叛的北部迄寡人，需要即寡兵力。即寡士兵会当用来接替部分工作课约早就已经期满的士兵，互因会当转去解约转去伊阁要求优先派来受过专重教育，会当派去担任其他工作的士兵来。牧师 Hamburg 要求延长伊的工作课约期限，伊家己表示愿意伫即个延长的期间去南区村社担任迄个困难又阁危险的工作。长官甲议会咧摇讲，伊是想要加薪，真正好意个想讲，互人想讲要加薪啦担任秘书工作的商务员 Thomas Van Ibelen 也要求延长工作期限。是那人迄寡头家拢无直接对国姓爷收到伊定情收回伊1656年6月27号公告的告示的答复即段写落落等意思是讲，迄寡头家啦伫咧56年6月27号公告告示讲袂使，就是禁行啦，禁止和台湾做生意即个公告，即寡头家就去定情就对啦。但是无收到答复。毋过对西果讲，这什么意思？西果讲，伊是四国公伊写荷兰文四国公，会对厝骹写讲四国公是指田志良的小弟田凤奎不过对四国公就是一官的一个兄弟一官田志良的一个兄弟和扫家是扫爷啦名叫做田太，后壁挂号写田太扫爷，都是厦门的长官收到回批，对遮收到回批啦这2个人就是四国公甲一个田太宣称讲国师爷所以的大生气，完全是因为伊发现有几个伊的船长被公司的士兵恶态所引起恶态就是公司的士兵可能对因安怎无礼貌，还是安怎啦因拍算要用好话来劝国姓爷来
停煞伊会大生气，但是呢，长官和议会也袂当确信所讲迄个意外事故是递到伊断绝贸易来往的真正原因。因此，因派本身也是迄寡头家之一，又搁和下问生理人有良好关系的公司翻译员何斌来做调解人去见郭姓爷。我甲你，当然是我甲你用的啦吼，我用绝对这个就绝对是借口尔啦吼，就是郭姓爷讲袂使和台湾即只断，就是爱和台湾断绝贸易，这绝对是借口尔。每一遍阿强啊，若要演习，拢有借口的吼。愈来就愈无啊啦吼，愈来愈无需要吼，因为伊一摆两摆，互你借口过来就免啦吼。迄时呢，四神德高尔和凯瑟已经无所收拾，对先仔转去巴达维亚的消息也传到台湾咯。真显然吼，澳门的葡萄牙人伫先仔咧散布关系到荷兰人的恶言恶语，造成即个出塞任务的失败。根据对先仔来的另外一条消息，就是满洲皇帝派来一个显要的使臣，已经来到福州，伊奉命要来和郭姓爷来缔结合约。伫即个期间，台湾的生理人希望讲，郭姓爷会因为具有影响力的四国公和少爷吼，就是电台的抗色来真紧来解除贸易封锁。明明看到讲贸易就要重新开始吼，台湾的长官和议会请求总督府供应额外的贸易物资，譬如讲虎皮甲大香木。歹势，即句我拄则读安尼毋对吼，意思是讲，台湾的长官甲议会啦吼，感觉讲这贸易要重新搁开始啊吼，所以因要求讲，因巴达维亚迄边会当供应额外的即个贸易物资啦吼，譬如讲虎皮甲即个大香木，迄只无适合装载大量真重物件去巴达维亚小便队船 Brooklyn 号呢，装79000外斤的砂糖，500包的日本麦啊，加848磅石头的荷叶。根据送货单所在迄寡物件价值是11000外毫吨。好，补充资料读煞，过来就直接跳去1667年的三月吼，不是，歹势讲毋对，1657年啦，67年就已经到荷兰人就走吼。1657年的3月10号，3月初10拜六，自小便队船 Brooklyn 号离开以后，伫议长 Frederick 哥的主政之下的日子吼，即满仔议长伊应该是台湾长官呢，好兼议长哟。毋知啦吼，1657年3月10号到10月31号吼，所以你看即本日期写甲10个对尔吼，伊另外阁有一本岁本的吼，11个阁另外即本了后阁有一本岁本的吼。好，咱继续看，1657年3月伫日兰野城堡，3月10号拜六阴暗，祈祷会以后伫议会呢宣读并且签名的迄张。写要互总督甲东印度议会批了后呢，就将即张批甲其他关系就取对公司人员的物件当作包装并且封印起来。伫只小便队船 Brooklyn 号内底载有79700外斤砂糖，装伫个350个箱仔内底。500包日本的小麦甲848磅已经失效的荷叶，总价值根据送货单是11790毫吨吼。即只船将会伫明仔载起载着即寡物件出航。即种头前补充资料写着。3月11号礼拜日载起东北方强烈车来，
装着要送去巴达比亚，互总督阁下迄寡物件的阿嬷，由议长阁下交互上司迄只小便雷船的主管，并且命令因爱随甲阮的检查员同齐去船顶去上船啦，吼，去落船啦，应该是叫做落船啦。以便检验了后会当起定，奉上帝名驶出这个港道，遵照同齐交给因的指令，航往巴达比亚去。代志嘛是安尼来进行咯。这只小便雷船约落伫10点的时阵，就驶出阮的世界。愿万能的上帝引带伊平安亲近到达目的地。阿门。阮受到可敬的牧师Johannes Leonardus 对荷马人寄来一张无写日记的批，内容敢若写讲送去互伊的迄只马，就是牧师 Bacarius 的时阵呢，定定咧骑迄只马呢，又搁冰白，毋是冰白，反胃啦，毋是冰白是鱼仔才冰白吼，反胃吼，反胃啦吼，但是台语敢要讲反胃。我查一下吼，做台语，反胃 ，Embry 甲 Marino 拢受反胃吼，反胃，反白吼。台华线顶书店液车酸反白吼，冰胃，以台语拍车酸的，这是荷兰腔，拍车酸吼，这是漳州腔啦。佫真正有什么？找台语金宝书店真正有冰白吼。无啦，冰白较无适合啦吼。冰白是讲鱼仔冰白吼，反白肚吼。好，讲迄只马啦吼，算个可能是要吐啦，还是安怎吼？所以已经无法度通骑吼，无法度通骑啦吼。请阮佫另外送一只马去互伊吼，伊要求阮尽量较紧用来到遮的渔船送一寡庄啊。12对汤串啊，汤串，等下我再讲这串啥意思。含一个扫去互伊去遐，互伊要用来扫伊的门。伊并且希望到时阵会当受下迄寡工人用来鼓励因认真工作，并且希望伫咧强要教的即个富贵吼。乌龟啦吼，落雨龟开始进前呢，会当全部完工吼，全部竣工。12对，伊是啥？12对汤串吼，门栓是门串吼，啊写窗栓我着读做汤串吼。但是12对讲荷兰文不出，这只本来是写做12担。但是重量单位约落700斤吼，伊讲无可能为着一间厝送1200斤的汤啊串去啊嘛吼，所以这个单位应该是并5啦吼，应该是对啦吼，因为好，所以就改做对啦吼。好，继续读咧，3月12号拜一。调诶，3月12号拜一吼，伫好天微风对东北方吹来，中昼该对北方继续吹来。阮写配合牧师 Leonardus 答复伊讲，阮按照伊诶需求，伫咧一只新仔人诶壳仔船内底送去800个地砖，甲8对有小圆壳仔诶即个铁汤串。迄只马呢嘛，甲伊换咯，换一只马互伊吼。
今仔日派士兵 Andrews 送另外一只年轻的好马去互伊吼，就是较少年的啦，较勇的好马去互伊，但是袂当像 Bacarius 以前安尼粗鲁的用法来使用即只马吼。迄时伊无到也未到一工的时间，就对迪罗山徛到新港来吼。讲伊当阵吼，即个 Bacarius 无输吼粗鲁来用即只马，一工的时间吼，无到一工的时间对迪罗山徛到新港吼，对家己徛到即个台南新市吼，新市遮啦吼。讲爱搁较温和来使用吼。迄时伊阁下如果无卖安尼遐尼任意来徛用即只马吼，即只马应该阁会当做真侪代志吼。迄寡扫甲其他的代志，也可能需要的物件，以后会阁送去。3月13号拜二，何天受到政务员 Nicholas Renius 对迪罗山寄来四期本国月11号来批。写讲无偌久进前，塔基亚山社甲塔卡古瓦社内底长老呢去遐请求函因附近的村社，就是塔比兰，我好写做哈比兰社，过来是塔基湾兰社、曼兰社吼，甲塔基对路社。斯马加纳社和塔苏拉杰社的人拢调解和好。这5个村社是伫个，等下吼，下对主卡讲以上7个村社吼，拄则念的这7个，拢是伫个1657年才出现伫个 VOC 的档案里，拢是伫个即嘛嘉义东城行路3公路顶的山区呢。应该拢是伫个即嘛，的即个阿里山的即个山尾内底山里啦吼。讲这5个村社呢，是伫个对迪罗山相关那个，再去写一遍。东北行3公的路程吼，因互相隔差不多一里的路程。这5个社的人听讲，以早拢毋肯归顺公司，一直拢互相咧打斗。互因过去连续3冬拢无被阻止，无法度来出席电会议。现在因为上述即寡长老的请求，若是因愿意听从阮的命令，落来打骂社，或者是因附近即个村社的所在接受公司名义的权衡，阮将会饶赦因以前的无顺从，并且愿意接纳因。有一个新仔人是一个北商的公司啦吼。会当派去迄寡人遐来做翻译员，因为旧年伊去过遐交易吼，对迄寡人的语言了算真有经验。迄寡长老呢也带伊来见过 Loenius， 并且呢建议讲会当派伊和一个荷兰人同齐去因遐。迄间牧师厝的修理已经先用黏土，然后佮用石好甲刷甲装修起来。地面也已经铺平，等等，即寡工作以62号包予一个新仔人咧做。制作门窗的插孔，窗线吼，门线甲窗啊吼等等，72号。即寡工作拢是和牧师 Petrus Smooth 同齐商议以上省的方式决定的。最后，伊请求讲，甲阮把委托烧砖仔迄个新仔人送去遐，以便来建造砖仔窑，供应迄边使用的所有的砖仔。也请阮来下令，互因会当使用石好，因真需要石好，希望讲石好已经伫个运送的途中，出外一切安好。3月14号拜三。透东北风舒适的天气，阮寄批去迪罗山，互政务员 Nicholas Loenius
甲伊讲，迄5个山区的村社，伊若指派迄个新仔人叫做吉哥去，阮认为无应该一开始就派荷兰人去遐。讲只要派新仔人去就好了要调因来智罗山，每一个人交一支代表公司的权威甲有益的权汤互因，并且各赠送2匹面布，爱温和来命令因，一定爱和因的邻舍和平相处，并且爱顺服公司，并且爱以阮的名义来甲即个叫做塔基阿神社甲塔卡国社的长老讲，因无来出席地方会议的代志呢，也甲因原谅。以后爱和阮的其他朋友共款来出席。罗尼尔斯呢，也会当互迄个新仔人翻译完一寡题目，用来授写伊去带领迄寡长老落来，以及要搁转去的即个代志。甲迄间牧师厝的门窗整修起来真好，继续也会使，但是一定要注意讲，爱甲所有的工作拢确实做好。迄个药厂就起药的啦起即个庄仔药，现在也将会含检验官同齐落去，因为迄寡庄仔伫迄边即嘛并毋是真需要所以爱像以前所提议过的安尼，要派迄个药厂伫咧迄个村社中央广场，由因智罗山社的人负担费用，建造一个适应的水井，并且爱甲阮讲每一项物件要存偌济，还佫会当用伫咧啥物所在，以便阮对此知影要安怎下令。3月15号，拜四。早起透南风，透规工，有4只胖船出航前往南平，坐24个大波。早起34罐鲜奶的烧酒，75担盐，4担番薯8拿糖，8糖糖水甲6稻米。3月16号，拜五。那交班，今仔日反应有较慢有时啊试了都无反应。对啊，有啊，网络有反应，但是迄个即马才跳出来，即个台湾日记知识库的，怪3月16号，拜五透东北风，下晡透北风好天。3月17号，拜六，甲昨昏相像。3月18号，拜礼拜，安歇日做礼拜，透北风。乌阴天，3月19号，哇，一天比一天较哇，一天较慢啊，一天。3月19号，拜一透东北风好天，早起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伫咧会中斟酌来读由议长所写，遵照本国嘅5号有关决议。会对主家社讲，就是归社后翻译员何斌的备忘录啦要由阮的翻译员何斌早起先来海交予大官国姓爷来批，以及要交予四国公和即个电台批了后呢，拢认为讲写了真好而且对代志有帮赞，所以并且对此加以补充，讲应该按照新加国的即个惯势啦爱送中等程度的礼物，互上述迄几个先生来表示敬意送礼啦所以就决定要送国姓爷
价值2000外毫吨的雷蒙，哦，这是袂少哦，这是真价值啦吼。啊，前送即个电钛吼，868毫吨吼。四国公3000毫吨，哦，四国公顶多比国信也较侪吼。雷蒙，即寡雷蒙咧，主要是主要是紫红色的尼龙吼，品质优良的车纹布吼，或者是翻译做笔记端吼，虎皮单色的棉布，或者是翻译做白门内布吼。以及为此标列吼，就做表列出来详细精送品、竞品单顶头的号码啦吼，并且决定讲要交800西班牙里的现款，以及2945毫吨的各种号码，互早一张批的号宾去分送互较低阶级的调神吼，以及供应伊需要的开支。合计分证的即个雷蒙甲开支费用总计是8955毫吨，并且决定将会伫适当的天气时阵，尽量较紧用阮的领工船送上述的翻译员号宾去片湖，以便伫遐来换坐篷船去西南沿海，去甲迄寡书信甲精送品吼，来转交互上述迄几个先生。好，来继续，过来咱3天吼，3月20、22、拜2、拜3、拜4，继续咧透强烈的北风，有一只小篷船出航去南部坐6个查甫人，再去16稻米甲1罐鲜仔的烧酒。3月23、拜5，早起北风真强，好天，法务议会开会，会中裁决了几件案件吼。3月24拜6，早起透东北微风好天，迄只小领船出航前往片湖，要送互翻译员号宾去遐，并且交书面的命令互即只船的代工，互伊航往遐的时阵，会知影要安怎来遵循吼。议长阁下也对即个翻译员号宾当面用口头强调，命令伊讲。一定要注意下列的事项，就是伊爱设法尽量较紧取得国信爷电台甲四国公对阮的批的答复，就是爱尽量较紧得到回批啦吼，并且用阮所设话的方式设法来促使阮会当得到自由贸易吼。万一若有看到讲伫咧岛期间内无法度达成即个，若是看到讲伫咧岛期间内无法度达成即个愿望，都要尽量少，就是雷蒙甲钱吼，就尽量较少吼，爱较欠啊用来进行工作啦吼。但是若是看到讲因为即个意愿吼，阮就会当真紧就会当达成即个愿望呢，就会当将即寡精送软甲钱呢全部来分互迄寡上可能会斗相共的人，并且要分互外乡吼，分偌济拢爱一一详细记录落来吼，以便到时阵会当甲阮清楚来算数吼。如果对方提出对我方侮辱或者是损失的问题吼，伊袂使答复，但是爱借口讲毋知影，请因原谅。若无就爱小心据实为我方来辩护，啦吼。宁可检讲，毋通伤大方，以免被去互指责吼。最后，何斌必须要对下门来批甲阮讲，关系到我方的状况和国信爷迄边的状况，并且爱设法问即个电台意见吼。阮应该如何做，才会当得到达成阮的愿望啦吼。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片湖，坐30个人，载去4437斤的帝王鱼，961斤的咸鱼，338斤糖，300斤糖水，25担乌鱼子，853斤鹿
鹿仔肉60担乌鱼甲3担麻含1捆的沙鱼翅吼。约6点钟的时阵呢，议长阁下坐船去赤坎，要暗仔转来遮。伊去巡视了迄个城堡周围的木栅，并且下令爱搁较加强该木栅甲其他工事的防卫力。3月25号礼拜日，透东北风好天，上帝日子举行礼拜。3月26拜一，晴朗的天气，阮收到政务员罗伊尼尔斯对迪罗山寄来一张批，主要是甲阮讲，迄寡新仔人北上大发怨言，讲因为新仔贸易的停止，互因无法度对原住民交易到鹿仔肉等等的物件，而迄寡原住民也真欠缺衫裤吼，因此呢，大家拢冤起来吼，无宁静、无平静啊啦吼，应该爱搁恢复迄个两岸中间的贸易啦吼。你会感觉足熟的无？头一段你有感觉足熟？来，我讲一下啥物？我为什么你会感我读个感觉足熟？就是即个禁止贸易的即个命令呢，是国姓爷迄边落下即个命令的吼。啊，即卖呢无钱通趁，趁袂着钱的即寡汉人呢，冤吵的对象却是台湾本岛遮，毋知是原住民还是荷兰人啦吼，伫就是对下令是国姓爷，但是你发生的对象是对荷兰人甲即个原住民吼，对台湾的发生气吼。好，阮写一张批，就是讲这是毋是原来是国姓爷的计策之一啦吼，伊就是要安尼要互你乱嘛吼。阮写一张批寄去服务人，互政务员吼 Johan Moore 严格命令，伊讲伊北区已经有8-9个月无去过离林地区，以及伊暂时负责的即个服务人地区。哦，毋是啦，就我读唔对吼，就是等下，excuse me， 讲伊若北区离林吼，以及即个伊暂时负责的服务人地区的时阵呢，一定爱去所有的村社行咧吼。啊，因为顶头是特别有讲，已经8-9个月无去过离林地区啊吼。讲啊，去行真足来观察因的状况，排解迄个原住民中间的纠纷，并且适当来处罚伫迄边为非作歹的北商，好好教书甲其他的人吼，加以改善迄边的状况，并且将所有的情形尽量较紧来报来，互阮知影。以前电官拢会将迄边的代志完完全全来报互阮会当将伊的观察甲消息来报转去，互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知影。但是现在到目前拢无收到伊书面或者是口头的报告，互阮感觉真奇怪，也据此来严务责备吼，就是因为安尼要真严厉来责备伊啦吼，都如。对发信铺啦吼，就是即个寄批出去即铺啊吼，今日的抄本所会当看到安尼。要挖中昼的时，电官 schedule 阁下出发去北区的村社，奉命要去低罗山迄甲位啊吼，甲附近的地区去巡视。然后要派政务员 Verberf 和副电官 Peter Jans van Kulen 吼。对遐继续北去视察，看迄边的情形如何，将所有的代志拢按照要求办理，并且要地方官报告了后，地方官 schedule 阁下都爱尽量较紧来阮即只报告。3月27号拜二，早起透北风，风力真细，热天的天气呢，
是热天的天气吼，3月已经热天啊吼。活中昼的时阵呢，有一个新仔人对淡水和鸡人经由陆路来到遮，早着下属商务员 Abercrombie 和迄边的议会写来的，数期是本个月14号的一张批，内容主要是写讲伫迄边的原住民开始放下武器，对公司无搁再采取任何敌意的行动咯。因此，我方伫迄边的人又搁会当安然来出去拍蜡，享用乐啊吧。也写讲迄边欠缺的使用品，和顶一回内批所写的差不多。详细品名会当对该信的草本看到吼。3月28号，拜三。透南风，暗时啊，继续透到暗时，迄时就会当就完全恬静无风，阴暗感觉有地动。3月29号拜四，早起透西风，空气中有蒙雾啦吼。下晡透袂碎北风。3月30号拜五，早起对东北方透来强大风雨。安尼继续规工规暗吼。3月31号拜六，3月最后一天啊吼。早起透东北风，风力微弱，天气沉闷。早起了后有出日，以后就乌阴强风，而且寒冷。4月初1礼拜日，搁偌济吼。透东北风，好天。上午伫咧教会修圣餐，纪念耶稣基督，举行即一天的崇拜。要暗嘛，迄只领工船对片湖转来到遮，早转来翻译完河滨的批里写讲，伊伫咧3月25号去到片湖，就随去找帆船，并且找到一只。拍算讲该船啊准备好，就要坐该船出航去西那。伫迄期间，有一只帆船对金门来到片湖传消息来讲，国姓爷的军队伫咧西那阴历10年12月30号吼，阴历个是大明啦吼，就是1657年2月22号啦吼，被派出去厦门要去征服宁德县吼，要塞吼，宁德县伫咧福建吼，你即马去查去看着宁德吼，福建宁德，即嘛是敢若叫宁德市啊吼。因去到遐了后，拄着塔坦的统帅的后生，挂号写讲就是阿格桑吼，阿格桑吼，阿格桑。即个人侪年来对西那人相战拢拍赢吼，伊身悬10尺，哦哟，身悬10尺，这是啥物单位啊？腰粗8酋长看吼，就是8酋长，哇！这是这敢是人？你看你的腰用几个酋长合的我来，2个，差不多4个加加，互你5个吧，伊8个啦吼。这是呢1千多了对啊。伊有2个头盔，盔是安怎读？盔是读盔哦。盔就读盔啦哈，头盔。伊有2个头盔，一个是银的，一个是铁的，也有2副胸甲哈，胸前的甲哈，胸甲，一副是铁的，一副是黄金的。伊手下的军队有2000人以上的骑士吼，骑士啦，骑就是骑啦，骑士吼，骑吼，拢会使吼。伊手下军队有2000人以上的骑士，甲大队的步兵，分由7个队长带领。
田军咧拄着田军的田成功吼，拄着即寡对手的随发动攻击，勇敢奋战。即个塔坦统帅后生总是将有被国姓爷军队的统帅甘爷吼，就是有啥名叫做甘辉吼，光辉迄个辉啦吼，甘辉斩下首级啊！即个十笑八手掌快的巴肚，即个啥头壳去互剁掉吼，伊迄粒头壳咧飞。无两个人扛袂起来，即敢是人，还是遮大箍啊？是安怎？敢若一粒头壳爱两个人扛啦吼，这敢会伤合？OK 吼，来，咱来查一下即个人吼，叫做阿格桑，这毋知查会着诶吼。无看袂着，Google 无看到这个名吼。有4个伊的队长，甲200个天生的塔坦人被活掠，也有伊的2000个骑士，甲真侪步兵战死吼。骑兵甲即个步兵啦吼，国姓爷军队的迄个统帅甘爷吼，甘辉省中3箭吼，省中去互射着3支箭，但是伊身边的人带领伊的全军伫3处败退了后，取得胜利。伫一个西那年阴历11年1月20号，就是1657年3月4号开归厦门吼。难得啦吼，国姓爷拍赢吼。伫个西那年阴历11年2月初，就是2月初1啦吼，是1657年3月15号，大官国姓爷带领伊的军队去乌林九号什么所在？应该是指福陵州府吼，福陵州府要去征服该地。伊的指挥官甘爷也放调要去伊遐，何兵听着此事，就尽量紧赶去厦门，希望讲会当和甘爷同齐去国姓爷遐。何兵看着讲去国姓爷何兵有看着去见国姓爷的名路咯吼。大官国姓爷伫个阴历11年正月初5，按照伊的年历，就是伫个西元1657年2月27号，搁再一次颁布告示，严禁对偏湖来台湾者的贸易。该告示何兵伫个閲读了后，认为讲应该爱寄一份抄本来台湾。何兵感谢公司，也感谢议长阁下对伊多方优越的照顾。伊将会竭尽所能，尽力达成交代伊的任务。对此，伊真有信心。最后，伊请求议长阁下，伊若有不尽完善之处，期盼会当善意谅解。伊一到厦门得到消息，就尽量较紧通报转来。就如对这张批的荷兰文翻译所会当看到，安尼有一只航船出航前往偏湖，坐15个查甫载去12140斤咸鱼、1490斤帝王鱼、100斤糖水、14担麻甲3担鹿骨。过来4个让2天，让1天了吼。4月初2、初3，拜1、拜2。一直拢是共款的天气甲风。4月初5，看这时间剩差不多2分钟。4月初4、初5吼，拜3、拜4，微风对北方吹来，继续透几工。阮写一张简短的批去模拟模论，互政务员。咱讲模拟模论，差不多是伫即嘛屏东啦吼。屏东什么所在，我阁袂记啊。看拢袂记。
屏东差不多是德产万峦啦吼，可能较无甲万峦啦，万丹啦吼，或者就是伫屏东啦吼，因为因比即个对即个打高平原吼，去用赶到即个屏东各区嘛吼，各即个淡水区吼，即卖叫做高屏溪吼，高屏区。为写一张简单的配给模拟模论，互政务员 Johannes Olario 解讲，伊若会当处理一寡有关避难现况的消息，请尽量较紧来甲阮讲，将会对阮要派船去遐安排有所助益吼。因暗，阮真欢喜看到海军下士 Peter Gerrits 对避难经由陆路转来到遮，来甲阮讲迄边的情形一切拢真好吼。俄罗上帝吼，例外的是讲迄寡山区的原住民互相激烈打斗，所以伊为着安全起见，只好弃杀要去弃杀通常你行的道路，行另外一条路来遮。4月初6拜5，早起舒适的天气，透北风，迄只大篷船 Roadwas 号来停靠栈桥，约落伫咧中昼的时阵，有一只小篷船对偏湖来坐10个公司啊，此外无载任何物件。暗时啊，地方官 schedule 国下对低落山来到此地讲，迄一带一切拢良好，并且已经派政务员 Cornelis Verber 和副地方官 Peter Van Kulen 北上就北啦吼，去互无人迄边的确实情形，以后将会当对因遐会当知影。好啦，就是派一寡人去出差啦吼，去即个低落山出差。咱今仔读到遮吼，咱应该用一寡时间互各位就开讲者吼，因咱放假嘛。啊，今仔日是毋是开始咧上班啊？各位讲方便甲我回一下话，今仔日敢有咧上班？老家离嘛好。所以各位拢无咧听啦吼。上班上课当中，好，安尼就无开讲啊吼。找些时间再来开讲啊。好，安尼我要来关房吼，感谢各位。咱后礼拜再搁继续读吼。即个礼拜日来读出师线。好，感谢，关房。